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来到台湾要表演的罗西阿芭蕾舞团，共有4个人验出病毒，因伫台湾的演出也都要全部取消。针对着台湾迪吧的认证票将店家是开始乱打，但局长表示讲，只要是验的票头，就是台湾的认证。伫南投有一个60岁查甫人，介绍是甲这5岁查囡仔乱来，却去互囡仔的爸母活活拍死。来到台湾要表演的罗西阿芭蕾舞团，在今仔日有4位表演者确诊了，规团已经有8个人染病，伫台湾的演出也都要全部取消。也因为其他无染病团员有甲感染者接触过，所以大家要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枪击人员全副武装去台北国家戏剧院外口做大规模的消毒。原底要来台湾演出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拜时佫新增加4个确诊的个案，规团累积8个人确诊，确定取消所有伫台湾的演出。指挥中心嘛展开疫调，52个团员伫14个时阵，居家检疫14天就结束，由主办单位自费采检，验出4个人是阳性，随送病院。其他48个团员是为防疫旅馆转去一般的旅馆，开始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伫这个期间，团员有去便利商店买生活用品，嘛有人去公园，为登卡的记录，嘛会当看到因团体做排练，也有去百货公司的行踪。毋过因为舞团有人确诊，48个团员佫一届做采检，佫验出4个人确诊，目前剩的44个人，依法要就在居家隔离14天。后续再验出来这4位，就跟前面4位情况就比较不同，因为他们已经有同团，不管是分组演练。不管怎么样，至少在这样的一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大家的生活就会比较接触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就列为他们是一个确诊者的接触者，所以其他44位都变成是一个居家隔离的对象。因为佫有团员确诊，主办单位下晡宣布取消舞团为16到27日台湾所有表演，即马开始受理退票，未收手续费。毋过嘛，讲到舞团的经纪人对2届采检，团员为阴性验出阳性，有真大的疑虑。即马规团因为无法度表演，心情是真艰苦，干那想要赶紧回去。舞团的经纪人有相当程度上的情绪上的反弹，包括了团员的情绪也都不稳定。那我们也尽力的安抚，通知了莫斯科在台湾的办事处。也请相关的代表能协助我们。部长是希望说他原地来安置，但是原地并非我们的防疫旅馆，更何况台北市的防疫旅馆基本上是不处理居家隔离的对象。我们希望还是移至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那等中央的命令。台北市府表示，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佫有4个人确诊，团员住在一般旅馆，服务人员嘛要来做是接触的隔离对象，情形是真复杂。因为烦恼无法度好好照顾这个团员，已经甲中央反映，希望会当甲团员转去台北市的集中检疫所。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移工伫台湾经过14天的检疫了后，才验出病毒的。高雄市政府就走大声推出移工的防疫站基础，而且是要互社会福利移工加产业移工来使用。目的是伫14天检疫过后，搁再进行采检，等等待报告出来这段时间，住伫一个临时场所。移工若准有事先申请，搁会当免费住3天。内底简单垃圾邮局案，这是外籍移工工作进程住在宿舍。外籍移工入境结束14天居家检疫，后续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因为宿舍防疫无确实，万一出现确诊案例，会正做防疫空房。高雄市周大生推出防疫站基础，互社会甲产业类移工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前3天申请免费住，但采检甲体检报告出来，我们会取得雇主以及当事人的同意。那有一个行政契约的签订，明确的律定权利义务，提供这个国际移工一个相对人道、健康的一个居住环境，至少在进入职场工作之前，那检疫之后的这个等候的期间。防疫站基础90间套房，1人1间，13启用到即马67间处使用，按算至少运作到明年2月中。移工团体肯定这做法，不过也建议用大满7天自主健康管理期，应降低看护型移工甲雇主的防疫压力。看护工回到家里，其实就是跟家人一起住，自主管理的那个紧张度会比较高。可是厂工因为他的资本跟他的空间上都比个别家庭雇主宽裕许多，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应该就是让雇主来做负担才对。
另外，伫南投县也透过联合稽查，为防疫、消防甲建筑安全等，来确认雇主是不是提供友善的大的环境。如果说有不符合规定的部分我们都会要求这些业者来进行相关的改善那今年度已经有进行46家的移工宿舍的联合稽查。一年移工确诊人数增加，各县市政府唔敢大意，拢提醒企业落实防疫，将压人员健康状况，和移工伫安全大的环境之下，依照防疫规定自我照顾，避免疫情伫社区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年就要开放有3百种的猪肉进口啊，对中央到地方拢有家己做台湾猪的标章，究竟是要打倒一种店家是不飒飒，消费者也回高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只要是圆形的标章，就是台湾猪。另外，伫台中的猪农也做伙联署，因讲因坚持无要使用3百种。这加工的猪肉讲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教大家安怎辨识台湾猪标章。只要看到圆形的，就是国产猪；三角形的，就是进口。卫福部这个呢，只是业者直接把它写上去、贴上去，它是属于国产猪的。所以农委会这边已经有确认，整个上游溯源都是国产猪。陈吉仲解释，无管是农委会也是卫福部的台湾猪标章，只要会当证明产地是台湾就好，也毋过连现场卖猪肉摊商拢不飒飒。应该他要讲一个是圆形的嘛，一个是三角形的嘛，所以说我还会再去了解更清楚一下。伫大卖通路上，有业者主打只卖台湾猪，伫家店甲标签拢清楚印台湾猪的标识，有的阁附上溯源管理，无阁申请农委会也是卫福部的标章。也毋过消费者感觉，若讲农委会会当统一标章的形式，会互人更加安心。我们有配合食药署这边去针对就台湾的会做区域的一个大的一个标示牌的标识统一，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啊。那如果没有统一，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确的标示啊。伫台中17早起200多间的市场业者也同齐做伙用行动记载来滴，也签署承诺无使用300种。近年来猪，台湾猪菜不使用瘦肉精了。产品能够跟国外有一个区隔化，这样。为中央到地方为官方甲民间业者各种的台湾猪标示方式，代表无共的企业甲管理方式。多元化台湾猪标章标示方式，要伫明年1月初1了后，迎战内地进口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苏威胁医师，伊捌讲过讲，莱克多巴胺这款3百种的毒性是毒品摇头丸的250倍。这款讲法，说去互10秒数认定是煽动民众。前一阵伊也收到高雄市警察局的通知书，要求伊就要到案说明。苏医师透早也召开记者会，表示讲，总统蔡英文捌讲过，有3百种的牛肉就是毒牛，为什么唔讲有3百种的猪肉就是毒猪呢？认为政府的做法分明是要抬价价高。不过，行政院也强调讲，言论自由不是摕来互你散播假消息。把苏伟硕关到牢里，把苏伟硕判刑之后，难道莱克多巴胺就变成没有毒吗？前一摆公开表示莱克多巴胺有毒，医师苏伟硕进前收到高雄市警局所发出的通知书，理由就是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案，要求伊都爱早来这肉品对健康影响的相关证明资料到警察局说明。再去伊伫记者会上提出相片指出，迄当时也是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早就认证来牛就是毒牛，比伊搁较早讲出来这是有毒。如果他可以说来牛就是毒牛，当然我更有证据来说来猪就是毒猪，猪肉本身是无辜的。有毒的是莱克多巴胺。苏伟硕医师强调，伊家己所讲拢是有科学根据，也附各种的论文连结。按过是药署早伫10月就发出新闻稿，反驳伊所讲的，讲内剂的毒性是毒品摇头丸250倍。敢若喘气就会扫到内剂这个讲法，毋若错误，佫会使人惊吓。认为讲伊的论文推论是有错误的。这种话其实对民众来讲，真的会减大的恐慌。我想这是不应该的，以他的专业，他不应该是这样子。按过苏伟硕医师认讲，伊讲内剂有毒，内剂毋是食品，是安怎要用食安法来办伊？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都是想要制造无人敢讲，互其他医师毋敢阁表达反对的意见。民间团体也批评讲，这是民主的倒退路。台湾的民主又倒退了30年以上之久。
那这样的行为又回到了威权时期，甚至是白色恐怖时期的打压。食药署呼吁民众有关食品安全的看待无实在言论，唔通随便散布转传，无正依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新台票100万以下罚金。啊，毋过苏威社邀请蔡政府辩论，莫对外谈判软正，对内镇压强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甲经济部长王美花，进前有甲日本驻台湾代表见过面，敢有讲到复零食品的议题，也引起众人关心。郭立雄在今表示讲，总统并无授权谈论日本食品的议题，见面也无讨论。另外，台中市长罗秀燕当面甲 AIT 处长表示反对300种猪肉，却去互 AIT 用声明批评讲，政治人物带头乱讲假消息。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国际往来有一定的规矩，照规矩才会当互相信任。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红某进前甲日本驻台代表食饭，是毋是讲到现在区食品进口引起关注？郭立雄早起到立法院备询，南下立委一直追问，郭立雄强调总统无授权讲日本食品议题，所以也无讨论。所以有没有嘛？你们有没有开会讨论啊？有没有现在在讨论有关日本这个食物进口的这个问题呢？是，我可以也很明确的说，我并没有被授权去谈论这一件事情。伊也讲到国安会所来去的工作重点，尤其是强化治安，也就是国安战略，爱强化国家级团队，建造世界信赖治安系统。政府机关爆发真侪件治安事件，伊表示所管往因看到中国网军或是其他的网络软体都有可能，对不对？有中国进来的这样的攻击，或者植入后门城市这样子的一个基政。台中市长罗秀燕在那个 AIT 处长连介会面表达台中市议会市民负责内底立场。之后 AIT 罕见发文批评政治人物散布无实在信息。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国际往来应该照规矩。我们台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国际互相往来的时候有一定的规矩，大家都应该照规矩来，才会建立彼此的信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明1月就职典礼受疫情影响，要线顶举行。台湾是毋是组团参加？总统府秘书长李大辉表示，也无定案。不过驻美代表萧美琴一定会代表国家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伫日前有公布检验结果，讲有4种幼儿仔伫咧食的米饼、米糊内面重金属价拢有超过标准。地方卫生局也已经将这相关商品送去检验，爱几落工后才有结果。不过，也真侪家长发恼讲，若准摕厝里的白米煮互幼囡仔食，敢会有这个重金属超过标准的几率呢？卫福部也表示讲，若准是重金属镉的含量0.4 ppm 来计算，10公斤重的囡仔，若准逐工食21公克的米，就有机会超过标准值。消基会公布重金属列超过标准的4款婴幼儿米饼，地方卫生局已经分别考察甲送验，都要听候结果公布，才当确认是毋是违规。也毋过长期食到这个列会伤害幼稚，不少家长烦恼讲是药署针对婴幼儿副食品定列的含量是0.04 ppm， 毋过一般米是0.4 ppm， 是婴幼儿的10倍。若是购买一般的米煮予婴幼儿食，是毋是会造成伤害力？卫生福利部计算，都要食真大量的米才会超过标准。这个10公斤的小孩子就必须要一天要吃到2500克，就是2.5公斤的米才会超量。17下晡，农委会卫生福利部环保署联合举行记者会，不过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计算错误。记者会后佫改正，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的每个月营运耐受量来计算，其实体重10公斤的细汉囡仔，若做逐工食镉含量达到0.4 ppm 的米，食21公克以上的米就会超过标准。不过食药署也是强调，当初定的0.4 ppm 标准是部分年龄层适用的标准，也强调讲旧年抽验600外件市面上所卖米。总计一半镉的含量比一般的标准较低，有将近300件是低于0.04 ppm， 所以其实有一半是可以符合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目前食药署针对婴幼儿各物类辅助食品所定的0.04 ppm 标准是参照欧盟，不过原料米的镉含量限制是0.4 ppm， 这是参照到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不是欧盟的0.2 ppm。不过卫生福利部表示，目前并无定较严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南投有一个60岁姓李的查甫人，这个月13甲朋友去 KTV 唱歌，却去互指控讲对囡仔误会查某囡仔乱来。查某囡仔的爸母是真生气，就甲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拍一个半小时，送到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目前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也等咧调查。查某囡仔伫走廊跳来跳去，随后走到 KTV 的后门，查甫人随即就递出去，看到查某囡仔手往头前行，边仔就是风云市场的便所。查某囡仔家属指控查甫人都是伫这个时阵对查某囡仔疑似有过分的行为，家属受气之下拍这个查甫人。我在开店，然后听到声音，去后面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地上了。代志发生伫60岁姓李查甫人甲朋友伫埔里这间 KTV 唱歌，却被查某囡仔家属指控疑似有过分的行为，被拖到风云市场拍，当场被送到病院急救，也毋过16也是宣告不治。死者家属有提出伤害等相关的告诉，那检察官现在依既有的事证持续查证中，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该死者是不是被怀疑？这个目前有另案在调查中。检方在此进行上检，查某囡仔爸母也被带回侦讯。检方讯问了后，佫以3万交保候团。死者家属表示，姓李查甫人60岁啊，也已经做阿公，无可能对查某囡仔有过分的行为，也要对查某囡仔家属提告。那个女生去牵我阿公的手，然后就是有牵到手掌，然后。他就拿这个，然后说去告我阿公，然后他们就把我阿公打死，就架出去，然后把我阿公打到快死。在那个时候，他们打完之后，他们也没报警，没叫救护车。南投检方表示，对姓李查甫人的案件已经主动分案调查，查甫人家属提告过失致死，检方也要进一步确认查甫人的死因。检方强调，疑似私刑也会涉及刑事责任，民众也是应该以正常管道报警处理，才会当保障法律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来暗时中油林园厂因为 DCS 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杀害废弃燃烧塔伫咧导火，也佫出现乌烟，这是今年第6摆违规。高雄市环保局也依照着空污法，甲因加重处罚，开一张127万的罚单。远远看到中油林园厂的废弃燃烧塔导火，乌烟阁一直冲出来。高雄市环保局16尾仔6点外接到中油的通报，林园厂4轻定义起工厂 M2控的制停，下晡5点40分，因为 DCS 系统故障，所以把制停的气体送去废弃燃烧塔来烧。控制器呢发生故障，为了安全因素，就必须把这个系统里面的碳氢化合物排到废弃燃烧陶去做燃烧。碳氢化合物是比较轻质的，所以在我们监视系统里面只有火，并没有黑烟。根据环保局的统计，林园厂今年已经第6届违规，为2月份到12月份，拢总有5届违规排放乌烟的记录。其中7月份到10月份，因为排放的状况真严重，是罚450万到500万。依照它的这个燃烧的气体的量去计算，高雄又是粒状污染物的3级防治区，所以我们都有依照相关的规定给予加重的处分。那处分的金额呢是127万5千元。环保局表示，中油第6届违规，这届导火一直到17透早4点外才烧了。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显示，这颗雷这2天拢是黄色普通的等级，目前无影响到当地空气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成功的粪扫坑台场，本地使用年限是到今年底为止。不过焚化炉到今也未开始使用。镇公所的安算讲，要甲坑台场的年限延长到113年。部落的族人认为讲，搁爱忍受粪扫的臭味，在今仔日去到县政府抗议，因也要求个县政府就要随来停止坑台场的使用。有北部条大声喊口号表达不满，拄哩部落族人来台东县政府抗议，将一包一包粪扫带去县政府。会这么生气，是因为拄哩安排场原定今年底到期，成功镇公所计划点延到113年。部落族人批评讲，公所根本无经过部落会议，都家己延期，根本无尊重民意。镇公所完全不顾我们部落27年的垃圾掩埋场的权益，台东县环保局现在完全不尊重我们的民意，完全不尊重我们主人的权益跟身体的伤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侵害。
都里部落海边暗卖场启用已经超过20年，部落族人讲长期忍受恶臭，已经无法度过吞忍，要求立刻停止占用原住民都里传统属地的粪扫暗卖场，并对长期污染空气环境、毒害居民造成健康受损进行赔偿，并放调讲要封锁暗卖场。所有的诉求跟意见，我们都听到，也很清楚的知道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到真正代表族人的声音跟意见。因为台东文化路已经111年起运转，面对粪扫处理问题，公所规划将暗卖场使用期延期，结果引起部落的反对。县政府表示会研究应用对策，并参加22镇公所召开协调会，希望讨论较好的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蓝色的目屎，听起来足浪漫的。但年4月到9月这段期间，去到马祖才有机会看到的海洋奇观蓝眼泪，竟然到10月还会当看到。有专家去研究讲，主要原因是中国抽沙船所造成的。原来是中国抽沙船伫咧抽沙，甲海底营养物质搅起来，才互夜光虫有营养的来源。才会讲到10月还有蓝眼泪通好看。伫42个池仔内底，一共吸的水差不多50只夜光虫。等会若切互花，甲水打叮当，就会看到这个现象。这个你们在马祖都看不到这个现象，是很浓很浓这个。夜光虫发出蓝色的光，看起来有马祖蓝眼泪的感觉。海洋大学的教授蒋国平的团队，2017年开始研究蓝眼泪，这是因大量人工繁殖的成果。不过团队一直无了解夜光虫的数量3-4天才会成长1倍，是安怎有法度雄生足济？实验了后才知影讲，因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阵，就会进行有性的繁殖。一大堆，这个就是它的精卵细胞要出来了。那它一出来以后呢，两个一交配在就变成配子。当这个饵料生物呢少于它的这个400只的时候，每一只分配到只有400只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有性生殖。有性生殖完了以后呢，它就产生了 cyst。就所谓孢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cyst 想成是一个种子，它就掉到了海的底下，在这个沉积物当中。当生存受到威胁，夜光虫的精细胞甲卵细胞就会交配变做配子，沉到海底。当环境的条件变较好，配子就会对水流浮起来生碳。蒋国平讲，明年计划驶船去马祖外海，确认海底有偌济配子。然后把海底捞起来，然后我们要去检视里面有多少的种子。如果是赢的话，我们如果做出来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站在全世界最前端去了。因为蓝眼泪发生伫大自然的现象，是伫当年的3月底到7月初，而且水的温度爱伫27度以下才看得到。想袂到今年10月份煞出现。蒋国平认为讲，这甲中国抽沙船影响到马祖海域，扰动海底水流，提供夜光虫营养有关系，所以蓝眼泪才会伫10月份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升，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全世界疫情也当咧滚价，根据着发生者上新的消息，讲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去染着武汉肺炎，伊也先自我隔离7天。另外讲到美国，因16日天就超过24万人感染，到达全美国已经有1700万人染病。加州的洛杉矶一日也增加22400人染病，规个医疗体系强要志在袂调。另外讲到南韩的小女，因的疫情也当咧严重。当前的加护病床可能已经用了啊，医疗体系随时拢会崩盘。美国就是开始注辉瑞疫苗，要毋过疫情依然继续拖。当地16日天的新病人超过24万人，累计的住院病人嘛有11万2000多人，拢创下新冠纪录。其中疫情严重的加州洛杉矶，一天新增加的病人超过22400人，医疗体系当前病床剩无到100个，互当地政府要求民众尽量踮伫厝防疫。Every hour, on average, 2 of our neighbor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are dying from COVID-19. And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stay home as much as possible, protect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take every precaution that's available to you. 美国南韩的一天增加病例，第15有1078例，创下一天新高。虽然16增加病人有减少，依然超过1000人。和受到修理的78个当前加护病床，目前剩1个都要用完了。 현재 상황이 워낙 엄중하고 하루에 1000명 정도 이상이 발생하고 환자가 수도권에서 800명대의 환자가 발생한 경우는 언제 어디서든 감염되는 게 이상하지 않은 지금 상황인 만큼 최대한 외출과 모임 등을 자제해 주실 것을 계속적으로 요청드리는 바입니다.
看到南韩国内甲全球疫情也要受到控制，南韩嘛决定甲全球旅游特别有紧的期限，为17继续延长到明年的10月16。嘛考虑甲首都圈甲其他地区的防疫等级，甲一摆有关到3级甲2.5级。若是日本16，就是政府向疫情挑战的关键3礼拜期限。以过去7天，疫情1天的新病人甲死亡的人数陆续创下新高，感染人数无减少，重症病人嘛继续增加，其中当家医疗体制境界嘛救到上悬。政府阁暂停进行各类活动，避免疫情继续拖。公司新闻，但是董炳义。讲到辉瑞加 Moderna 的武汉肺炎疫苗，目前已经予欧美国家认定使用。不过，这2种疫苗摕来做基础的 mRNA 疗法，是学者卡利科研究要规4人的芯片，在乱世当中会当出一位真正英雄，有人认为讲伊的成就挺好得到诺贝尔奖啊。匈牙利的美国科学家卡利科专门研究 mRNA 疗法，40年拢无被重视。即马总算以 mRNA 为基础的辉瑞甲莫德纳2间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为乌暗的疫情带来希望，才互人注意到。伊透过时事访谈，强调支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性。Science should be supported on many levels because you never know that what would I ever thought that when we filed a patent. We didn't want it, but they told us that, if we don't file a patent, nobody will develop. 卡利科1970年代就伫匈牙利开始研究 mRNA， 伊就是信使血糖血栓，用伊来甲细胞讲应该爱制造倒一种蛋白质，互正确的蛋白质帮助修复，亲像是中风了后的脑损伤，也是癌症者的镜头。为了争取更较侪研究机会甲经费，规计划搬去美国，差不多规个90年代拢伫写各种研究计划，争取经费。不过 mRNA 疗法当时互人当作伤过头激进，所以真受挫折。原本成宾州大学教授的梦想也破灭。I was up to promotion, and then they just demoted me and expected that I would walk out the door. 卡利科伫人生的黑暗期也是坚持研究，后来拄到免疫专家前同事魏兹曼共同开发 mRNA 伫生医领域的应用，拄到知己莫德纳生机共同创办人之一的罗西，肯定这项研究值得摕到诺贝尔奖，所以持续推动。即马总算看到 mRNA 新冠疫苗有结果。She was listening always. Who gets the Nobel Prize? And she was expecting my name to be said. And I was laughing at her because I told her, Mom, I never in my life I get an NIH grant. How could I am nobody. 卡利科即马是辉瑞疫苗合作研究对象，德国生技公司 BNT 的资深副总裁。65岁也是真爱研究，周末也定定工作，用心甲热情，真使人敬重。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为着要掠毒品，警官也着爱变装来暗藏身份。伫秘鲁一个国家，着警官打扮做圣诞老人，甲准备要交易的毒贩当场是掠准准。2名穿圣诞老人服装的查甫人，摕大钢锤破门入去，伫一阵混乱中，将穿蓝色 T 恤的毒品嫌犯压在地涂骹，并且上铐掠转去警察局。警方搁伫现场超出已经分成小包，准备买卖的大麻甲骨科碱。另外，还有疑似是嫌犯方身用的一支手枪甲大批的枪支。procedido a realizar una importante intervención aquí en el distrito de Villa El Salvador. En base a informaciones que hemos recibido a través del WhatsApp verde del Escuadrón Verde, se tuvo conocimiento de que en esta zona se había estado realizando actividades de microcomercialización de drogas. Los resultados que estamos viendo, se ha decomisado una importante cantidad de droga, ¿no? Tanto marihuana como pasta básica de cocaína a través de Quete. 警方是伫当地时间12月13执行这项扫毒任务。外电报道指出，探员顶日翕到住伫一间学校附近的嫌犯，当伫厝门外被骨科鉴定毒品，随即准备1张公斤。为要顺利完成任务，秘鲁的缉毒警察定打扮成街路游民，也是环保局的扫涂骹清洁工，一边观察卖毒的据点，一边看机会采取行动。秘鲁甲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共款在建骨科业造成骨科鉴
成毒品是拉丁美洲卖毒网中的重要角色。这寡毒品的销路拢以美国为主，也安尼，美陆军警定伫海上也是港口附近查获大量准备走私出口的古柯碱。像去年3月到12月，海巡单位甲海军都分别伫西南部的卡亚二港口甲外海的小船顶，先后查获达到2吨甲1吨外的古柯碱。记者综合报道。有12位香港少年人今年8月本地是要坐船偷渡到台湾，却去互中国海警掠到，送到中国去治罪。中国人民检察院16甲其中2位依照着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另外8人是依照着涉嫌偷越边境罪，甲这10个人起诉。这12个香港少年人去互关伫盐田区看守所，已经未到4个月啊。得香港政府16也甲其中10个人提起公诉，另外2个是未成年，所以也决定讲明日才要举行无公开的听证，才来做决定。讲到中国国台办日前发布国家宪法日的海报，内容肯定的两岸统一。有人认为讲是国家统一法特别推出啦。中国国台办虽然无来讲明，不过也强调讲会用任何手段来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但是陆委会也批评中国讲是故意伫咧变鬼变怪，无要承认任何违反和平的法制。中国国台办顶日伫咧官方微博播一张国家宪法日的海报，引起两岸的讨论。标题写宪法有关国家统一的规定，强调完成统一祖国是包括台湾人在内所有中国人的责任。中国媒体伫16国台办记者会问中国这个举动，敢是代表可能会杀国家统一法？我们将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坚定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坚决地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国台办并无正面的回应，不过面对台海的情势无稳定，外界是真注意中国的一举一动。中国伫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针对两岸的情势，包括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是发生致使台湾为中国分裂出去重大的事变，还佫有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若完全消失，中国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有香港媒体分析，中国会用更较侪手段来反独立，促进统一。若定出国家统一法，无排除会提出两岸统一的时间表。统一法的这个规定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主权的自主性，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接受的。陆委会批评中国挑工用反独立、主动独立的手路，强调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的国家，台湾主流的民意是主张维持台海的现状，拒绝一国两制，对任何违反和平公平的法制是绝对无要接受，嘛无要承认。记者综合报道。央行伫今仔举行第4季的理监事会，会中决议讲利率无要变动，继续维持伫1.125%，也就是历史上的上低点。因也预测到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来到3.68%。那讲到美国甲台湾列入去汇率操作国的观察名单内，央行总裁黄金龙今仔表示讲，袂主动去干涉到汇率，由市场来做决定，会甲美国迄边来做沟通。不过，有台湾的出口商表示讲，那阵新台票是愈来愈大圆，有的企业可能就开始倒啊。汇率呢是有正面跟负面的，有正面的、负面的，所以呢，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美国将台湾增加做汇率超中国的观察名单，央行总裁杨金龙讲，尊重美国这份财政报告，不过对伊的评估标准有疑虑。美国的汇率报告的评价是他自己基于他自己本身的经济利益去考量。那我想我们自己有台湾自己有台湾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啊，其实我们跟美国财政部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他们几个标准是有争议的问题。美国财政报告显示，越南瑞士已经列做汇率超中国、中国、日本、新加坡等9个经济体，甲台湾共款伫观察名单当中。台湾出口甲外销订单数据进展，尤其受新冠疫情影响，半导体甲自创新这产品对外出口可增加带动，新台票成单煞正做温休。台湾是又重新列入观察名单，那主要就是2个原因嘛，就是我们对美的顺差就超过200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常性的顺差超过 GDP 的2%新台票继续强势，对出口商来讲，敢若回顺多加条利润空间，尤其传统产业有倒去甲外企的危机。大家都还硬撑在那边嘛，那不赞成至少企业是可以
持续这个经营大家先撑住那这些企业它会不会就出走了或者说就是关厂啦，都有可能。会差后期还也歹承受，伫这时间点，业者唔敢起价，当然家己承担亏损，也希望央行应维持甲竞争国家共生共变的汇率条件，唔通互情形恶化，失去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甲厝的介绍下落来，金管会拍算要进行不动产专案金检。金管会主委黄天宝今表示讲，最近会先对10间银行开始调查，会甲5间至4间4、5间的票管公司列入去专案金检的范围内。那现在这一波检查的对象，除了10大银行之外，包括寿险公司、放款单位，有没有全部纳入在里头？专案检查只有银行，但是央行的那个标准适用在所有的金融机构。那你其他的金融机构，你有没有一并纳入这个专案当中？为什么只针对10大银行，没有针对其他的放款单位？最近也把票券公司放进去了。专案以外，在一般检查的时候，同样对不动产会特别重视。金管会表示，目前锁定10间银行相关的检查人员也已经出动，最近会针对到头1间银行做检查，按算伫明年头1季就会当全部完成。黄天宝也强调讲，除了专案金检以外，也会加强检视，希望机构敢有遵照着央行的要求，进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国民党提出反三马政治肉加恢复公投帮大选这2项公投案，中选会也要求伊爱伫时间以内甲资料保护齐全。那也着质疑讲中选会伫咧阻碍进度。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仔日也讲，按照本体进度，10月就会调开会期，审查这个保件的物件了后，才知影讲敢有符合规定。反对内地进口，国民党进前提出反三马政治公投、加恢复公投白特选2项公投案，遭到中选会要求限期保证，人也不满接其中选会条栏技术性下公投。对此，中选会主委李进勇17日立法院表示，目前案庭书18会调开会期审查。有关于莱猪的这个公投案呢，目前我们也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在进行当中。在明天我们会再召开会议来审查他们政治后是否符合公投法的规定。在明天会有决定。那也立委认为，公投案保证后会当符合规定。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画出明年8月2日举行反内地公投第2阶段的人数爱达到30万份，也需要伫3月2日前送到中选会做查对。那位表示，内地进口引起民众强烈反对，第期内要达成连锁规定难度不大。也不过明年拄到换数位身份证，立委烦恼8月公投会加强合意大选白公投，出现混乱的局面，要求中选会拟定相关配套措施。透过分区举办的这个实际的演练来发现问题。你在转换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不熟悉不确定那可能衍生了一些问题我特别要求他们在教育训练上面，尤其还要让他们去做熟悉度的这个演练。中选会表示，每年参与公投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人，所以会甲内政部合作办理临时紧急处理窗口拟定计划，同时做好宣布防疫工作。此外，日本食材食品监视进口内台最近引起讨论。李进勇表示，目前还未收到相关的公投提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社会福利联盟针对着107年市长选举时阵，有提出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正式过来检视讲市政府敢有改善。结果伫儿童、少年、妇女、老人家、身心障碍者顶头，这50项的社会福利议题当中，有33项有改善另外17项却是拢无改变。提出统计资料来检视台北市社会政策的执行甲推动，发现儿童少年联系的议题上需要改善。除了了解这些就学青少年他们的状况之外，并且提供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政策。另外，针对双位少年他们就业的环境，也更需要这样调查。他仍然有属于家里面亲子的问题，他仍然有许多个人的议题还没有去处理。6都来看的话，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是最低的，非营赢过了其他县市。准公应该要严格把关，提供心智障碍儿童课后照顾服务跟改善早期疗愈这2个，事实上是几乎没有进步。
无读册、无就业的少年培养训练，还有大保市的工友数量，准工友感受严格把关，拢是社福团体关心的重点。大保市社福联盟推出109年民间版社福政策白皮书的体检，针对儿童、少年、妇女、老大人、甲身心障碍者等的5大领域，提出50项的社福议题，得到各局处66%的回应比例。对比107年的资料，33项议题有改善，17项议题是无改变。我们肯定他们有在进步的，可是我们常常是在亡羊补牢，你没有办法在政策或福利上面去考虑到发展性。如果在社会里面的弱势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支持，他们对于整个的社会其实就变成一个负担。可是如果他们的支持系统到了，他们是资源的一部分。社福团体指出，肯定市府这几年以来作为，不过也是希望相关单位未来当针对公共化教保的落实、少年就业网络、放练特殊境遇妇女的补助、增加老护中心的委办经费，而且提供身心障碍者生育辅导等的方面继续来打拼，和社福政策建构会当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的照顾服务员本地就无好找，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就一项调查讲，因发现讲有真侪基金会内面的照顾秘书要到7成的人，因为职业伤害想要离开这份头路。另外，老人的照顾服务员平均年岁也拢伫45岁左右，这显示台湾的中照困境。阿嬷，我帮你去先哭哈。照顾秘书温杰轩为23岁大力长照到达已经7档，不过做这道因为常常爱出力，难免会受伤。每一个家庭他们状况都不太一样，有些其实没有电动床，他们是那种木头很低的床。就像我们有时候自己扫地，你弯腰弯久了还是会很不舒服，所以对我觉得腰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地方。腰、手等等拢是因常常受伤的部位，亲像伊随时拢早辅助用具来减少身体的伤害。不过，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伫去年对基金会200多位照顾秘书做调查，有6至7成认为职业伤害工课负担重，是因头路不愿做修久的上大原因。还是以中高年龄的照顾服务员，他的受伤比会比年轻的照顾服务员来的高。对，那主要除了他们年龄以外，就是他们的体力也会就是比较退化一点。按基金会来讲，照顾秘书女性比例悬，平均年纪伫45岁以上，所以体力渐渐无啊，是会当疗伤的。虽然整体薪水有提悬，嘛有技术相关的课程，不过大众对这份工课的工作价值、职场安全的意识，阁有真大的认知差别。照顾服务员这一块，就是政府这一面怎么去让民众有正确的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居家遇到家属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合理的要求，我们就会就是期待说，就是重新去跟家属做一些相关的教育。面对外籍移工来台数量减少，要安怎来改善照顾秘书的职业认同？互少年一辈会使做久长，嘛是政府甲外界可能爱思考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每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长辈会变得很可爱，就是他会让我有想要留下来的感觉啦。记者林雅文、林旭凯，新北报道。伫咧南投仁爱乡生产的鸡鸭品质是真好，连高产也想要搬来偷食。农民为着要保护因的心血，特别饲狗仔来顾果子园。虽然讲饲狗的成本有较悬，不过一切付出也拢有代价。南投县仁爱乡的天气，因为甜佮俗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人人拢爱食。毋那人爱食，连高产仔嘛爱。农民为着要防止高产仔来偷食，就饲20只狗仔来守护果子园。果就是被猴子吃，全部吃完，那就变成一颗不剩。不剩啊，全部都被吃掉了，一排一直到后面。所以就绑果下去了。那一边的是结果累累，这边是一颗都不剩。对，这边一颗都不剩。和高山仔对抗几若年，知影因的习惯了后，农民决定把狗饲伫狗会出现的所在。大只狗仔拢有固定的巡逻范围，另外为着惊狗仔会伤着人，拢有用铁链仔把因保护掉。每一只狗都绑一条流笼线，对，所以这样它就不会到处乱跑。对，比较不会乱跑。可是如果猴子来，它要追猴子有办法吗？
有啊，它就是顺着流龙线，顺着那个流龙跑啊。啊，这样的效果好不好？效果是还好了，只是说下那个猴子不要进到那个园区里面。虽然饲20只狗仔的成本是真悬，一个月就要上万，不过英国因为高山仔头万，逐档的损失超是4成，今年敢若剩2成，显示饲狗仔的效果是袂歹。这份支出也是真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国家级的厝边教练林永祥最近登到处理斗3公斤火龙果，也互人叫做国家教练级的火龙果，伫市场浪费拢真有效，乡亲也食好到小补。规道田里无用咧烤草，这位做事人是堪称所谓厝边国手夺金牌的国家厝边总教练林永祥。伊为着照顾时代，每参加处理时代人斗真正好良果，阁会当兼顾选手训练。农夫有当农夫的好处啦。我去训练完、比赛完回来的时候，到田里工作的时候，我会借着说，除草啦、施肥的时候，还会去思考说，我训练上有什么要修正的甚至是思考说后面的方向要怎么去走。林永祥讲，种好良果就像训练选手厝边同款，拢是希望会当超越自己，互家己更较好。即马国家教练级的好良果名声渐渐透，真侪乡亲拢食好到小补。是我们火龙果的成品它平常也会提供给他的选手做营养的补给品所以我们刚好发现说，林教练除了教那个直排轮滑冰之外，还有一个那个种火龙果的特殊的技巧所以特别帮他也做一个介绍这样子。潮州嘛培育出侪侪厝边选手，潮州也登咧去国际级的厝边场，国家厝边教练林永祥寄望家己种的好良果，会当甲厝边同款，互更较侪人认捌潮州的在地特色。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农民，平均年岁拢较大，农地也定定欠人，为着要救援这个工作效率，高雄市政府甲中山大学合作，设计一种替做事人省工的辅助工具，唔但省力，也较袂酸痛，也较袂有职业伤害。目前伫台湾真侪所在也拢有伫咧试办。即阵啊，味浓的柑仔米长咧大出，农民定定爱伫果子园举头举手，板边啊发的影仔，有时嘛爱采收，长时间做同款的动作。毋过因看起来轻松袂酸痛，是因为有派即个骹蠓的关系。以前是拢规个固定条的了后就是手介酸啦，转去了，尤其下班了转去手介酸，安尼了就有即个辅助了无，变做是讲会减差不多1/3的迄个啦。你若用力的程度的话你会加轻松介济安尼。农业师傅派一个亲像骹蠓的物件，双手手骨固定，举手的时，不管是采收也是收机，拢加较轻松。这是中山大学老师设计的，碳纤维的材质，唔免用电池，规个无2公斤。有一个机械式的省力机构。对，那这个部分可以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我们在手臂上绑了2个浮球，我们可以协助使用者支撑他的手臂，然后有这种浮动抬举的功能。因为目前农民平均的年岁较大，定定欠人斗骹手，高雄市农业局甲中山大学合作研发，希望降低农民做事的负担。燕草、大树甲咱米拢有找做远甲迄个。果仔类的像咱即个小果番茄伊确实有效通协助农民长期举手的负担。即个省工的设备目前搁咧试验，未来若有当改良上市，农业局搁要争取经费补助，互农民省工搁省力，避免职业伤害。记者陈家军、刘伟做高雄报道。伫咧1986年，有一位作家号做林永敏，伊认为讲爱来保存台语文化，伊也写一首真出名的歌曲，号做《唔通嫌台湾》，来表达台湾文化语言受人压迫情形。经过岁月的流转，现主时的台语遇到什么款的困境呢？咱做伙来看卖。万爱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唱出当初家己参与社会运动写的歌，这条《唔通嫌台湾》是林永敏老师伫1987年写的歌词。伊唔但关心国家社会，嘛足早就开始使用台语文来写作，推动台语文化运动。
6年的时阵，我有几个朋友吼，才开始写文章，一直要来推广这个运动，吼。啊，然后87年，1987年，我那办杂志啦，办杂志来推广这个母语运动，尤其台语写作这个运动。除了台语的文学作品，林阳敏阁捌写过剧本、编过字典，写过台文输入法的电脑程式。伊讲，任何思想拢爱透过语言这个媒介，只有台语才会当完整表达台湾人的感情甲想法。原底社会语言就是台湾话嘛，所以你若用台语啦，尤其要创作文学啊，用台语来创作的时阵，都上肉，表达会水啦，表达会准确啦，这是文学爱要求的。伫林阳敏30多种无同的文学作品当中，其中9000行11万字的言之类是台湾文学史目前为止上长的诗。而另外一本《菩提相思经》，嘛是台语文学目前上大本的长篇小说。本地都有兴趣。所以慢慢写，看因的作品，然后来学习，来创作安尼。伊的作品足侪啦吼，伊的作品，比如讲诗啦、散文啦，吼，也是讲评论啦、剧本啦，足侪项拢有啦，吼。我会记哩，我第一届买伊的册吼，是买一首诗，吼，迄是写诗的基础啦吼。我本身也爱写诗，所以我第一本买就是买伊的一首诗。推广台语文学运动已经30多年，林阳敏教单由源不断透过各种方式来推广台语，甚至家己办比赛，鼓励囡仔学习台语文。阮咧做迄个花金菇儿童台语文学，杨敏老师讲，伊做册画，我来执评，吼。我着其实工课嘛足济，毋过呢，做较足欢喜心的啦。咱做台语的代志，咱拢足欢喜的。林阳敏嘛观察到目前囡仔学台语的一寡问题，伊表示现主时台语教的拼音上过复杂，学习者华语甲台语的逻辑常常相落，严重影响到台语推广的效果。就若会当甲英语吼，会拼法，迄个发音法啦，迄个符号甲英语。是人讲一致去，甲华语一致去，人客语其实好学的就是安尼啦，客语同甲英语甲华语一致啦，台语就跳你要用都无共啦，跳你用都无共，则变歹学去啦。林阳敏表示，语言是文化的基础。目前为政府甲民间，虽然豆豆有愈来愈重视台语，也是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空间。伊嘛希望未来国家会当尽量鼓励各种台语文的创作者，互台语文化会当成做生命内底的一部分。趁讲咱即摆还佫会府来救啦，还佫会府救伊啦，哈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15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0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咱同一时间再会。